紐約 Bay Ridge 地產大騙局 ，Stephen Wu 判賠420萬美元。各位紐約與你的觀眾朋友們，我是你們的主持人。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宗在紐約華人社區引起巨大震盪的房地產詐騙案。這起案件牽涉到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一位知名華裔開發商 Stephen Wu 吳石輝，以及20戶幾乎家破人亡的華裔移民家庭。最新消息，法院已經做出判決 ，Stephen Wu 被判賠超過420萬美元。究竟是怎麼回事？讓我們一起來看看。故事發生在布魯克林風景宜人的 Bay Ridge 區，一棟位於 Arlington Avenue 345號的建築。我們的開發商吳石輝 Stephen Wu 向許多華裔家庭出售了這裡的公寓單位，聽起來沒什麼問題，對吧？但問題是，這些公寓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。沒錯 ，Stephen Wu 雖然向州政府提交了公寓發售計劃，但他卻從來沒有完成所有法定程序，讓這棟建築真正成為合法的獨立產權公寓，也就是我們說的 condo。這就像是賣給你一輛車，卻從來沒給你車牌，車子本身也從來沒有完成註冊，你永遠無法合法擁有它。受害者們多半是辛勤工作的華裔移民家庭，他們相信了 Stephen Wu， 滿心歡喜地支付了巨額定金，有些人甚至付了高達50萬美元的首付款，以為自己買到了紐約的家。但這些錢呢？根據調查， Stephen Wu 並沒有按照法律規定，將這些購屋款存入獨立的律師託管賬戶 escrow account， 而是直接把超過500萬美元的資金私自挪用，拿去還個人貸款，或是用作其他建築的開銷。這完全是把買家的錢當成了自己的提款機，讓這些家庭買到了一個空中樓閣，隨時可能血本無歸。這場漫長的官司終於在2026年1月迎來了重大進展。紐約州總檢察長詹洛夏 Letitia James 正式宣布，法院已裁定 Stephen Wu 及其公司必須承擔法律責任。法院判決 Stephen Wu 必須支付高達4227888元美元的賠償金給這20戶受害家庭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還需要支付從2016年算起每年9%的法定利息，這意味着受害者最終拿到的錢會比他們當初被騙的本金還要多不少。不僅如此， Stephen Wu 還被永久禁止在紐約州從事任何房地產銷售、開發或相關的證券業務，這基本上是斷了他的財路。也希望他未來無法再禍害其他人。受害者的血淚與轉機，從絕望到重建家園。這20戶家庭過去幾年過得是怎麼樣的日子？他們不僅錢被騙走，連頭上這片瓦也岌岌可危。這棟建築曾經因為 Stephen Wu拖欠銀行貸款，面臨被發拍的命運。幸運的是，在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，還有非常重要的社區組織
亞洲人平等會 AAFE 以及當地議員的鼎力相助下，發拍程序被暫停了。這些家庭暫時保住了他們的住所。現在 AAFE 等組織正在協助這些家庭，把這棟建築轉型為一種叫做有限股權合作公寓 Limited Equity Co-op 的形式，讓他們在經歷了多年的噩夢之後，終於能夠真正擁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家園。這是一個遲來的正義，也是社區力量的展現。關鍵提醒：如何保護自己免受詐騙？第一，查核發售計劃 （Offering Plan），務必確認開發商已獲得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核准的發售計劃 （Offering Plan）。如果沒有，那這棟公寓就沒有資格合法銷售。第二，定金必須存入律師託管賬戶 （escrow account）， 所有購房定金，無論多少，都必須存入由獨立律師管理的託管賬戶 （escrow account）。絕對不要直接將錢轉給開發商個人或公司賬戶，這是法律規定，也是你資金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。第三，尋求專業律師協助，尋求專業的房地產律師協助，他們會幫你審查所有文件，確保你的權益。結語與呼籲：紐約的房地產市場充滿機會，但也暗藏風險。希望 Stephen Wu 的案例能讓大家提高警覺，學會保護自己。正義雖然遲到，但終究會來。如果你喜歡這集內容，請記得幫我們點讚、訂閱，並分享給更多朋友知道，讓大家都能在紐約安居樂業。我們下周見。